可以望住維多利亞港嘅煙花海景。我哋而家睇緊嘅係一座嘅 B 室，總共係1049平方尺。客飯廳方正寬敞，望住呢維多利亞港嘅景觀。右邊呢就係西九文化區，我哋可以見到 M+ 博物館。廚房呈 U 字形，同樣都係望住維港嘅景觀。嚟晒雪櫃、洗衣機、煮食爐、微波爐，充足嘅儲物空間同工作嘅台面。而呢邊呢，亦都有個工人套房同埋冷氣啦。洗手間3間房嘅景觀呢，都廳房同向。洗手間呢邊呢就可以淋浴。第一間睡房方正闊落，第二間睡房，第三間係主人套房。主人房亦都預留咗衣櫃位。